我哋咧塞爾木茲海峽嗰度嗰個擁有權啊，個行使權咧仍然係由我掌握嘅咁樣。咁都係向呢個咁嘅方向去啦。咁呢啲咁嘅大條件，其實一直以嚟咧個美國都不能夠接受嘅。咁正正就係因為佢唔接受咧，其實伊朗依家採取緊嘅乜嘢嘅戰略咧，就係拖嚇，越打得長越好。用一個咁嘅拖字訣，用一個拖字嘅一個咁嘅戰略方法咧，對呢個美國係好不利嘅嚇。咁我哋可以從即係幾個角度去睇啦嚇。喺睇片之前，大家記得分享、讚好同訂閱卓見名家，最緊要撳埋呢個鐘仔，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影片。美國咧就響1973年嗰陣時就立咗一條戰爭權力法啦嚇，即係總統出兵啦，咁佢可以就自己話去落個行政命令去做呢件事情。不過咧，佢第一件事咧就要喺48之內咧就要話俾國會知啦。響未來嗰60日之後咧，佢咧就要仔細咁向呢個國會匯報，睇下佢出兵嘅理由啊，睇下仲使唔使派兵啊。如果冇呢個咁嘅解釋嘅時候咧，咁國會就唔通過啦，咁佢哋就會即刻收兵。咁但係咧收兵嘅咧就會有30日嘅時間去做呢一樣嘢嘅嚇。呢件事情咧就啱啱就係同美以伊呢個戰爭，即係中東戰爭咧就息息相關啦。第一次轟炸伊朗德黑蘭嘅時候咧係響2月28號數嚟數去咧，咁就60日，就喺呢個5月1號咧死線咧就到啦。咁其實咧特朗普咧係要去國會嗰度交代嘅。不過最近咧，咁佢宣布咧就話其實我都唔使做呢一樣嘢啦。其實我喺4月初嘅時候已經開始係停咗火啦，同伊朗。咁其實都唔係打緊仗，咁我使乜同你呢個國會交代啊？就冇諗住去咁嘅。講就係咁講啦。喺呢個5月4號啊、5月5號啊嗰段時間嘅時候咧，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嗰一帶嗰度咧，其實個軍事咧係非常之緊張嘅嚇。啱啱傳嚟咧有幾個美國嘅艇啦嚇，就開火就去襲擊一啲懷疑係一啲伊朗嘅船隻咁樣嘅嚇。似乎就唔係好似特朗普所講嘅話已經停咗火，停咗落嚟就冇戰事發生緊嘅咯。其實係好明顯咁係有一個矛盾啦。除此之外咧，就係追溯翻大概喺4月底29號、30號嗰啲時間啦嚇，國會裏邊咧有個聽證會咧，有關軍事被質詢嘅咧就係戰爭部嘅部長啦，克格塞斯啦 ，Pete Hegseth 啦嚇，唔單止係民主黨啦，甚至乎有一啲共和黨嘅一啲嘅議員咧，都喺度質疑緊啊，咁喺度問佢：你打咩仗啊？打咗咁多日，又好似冇乜成績咁樣，究竟你想達到個目標係乜嘢啊？咁你知唔知道你打呢場仗使咗好多錢啊？其實佢使咗幾多錢咧？就差唔多咧，就估計咧就呢場仗到依家起碼都使咗250億嘅美元啦。甚至乎有人講話日日都使緊錢，每一日打一次咧都差唔多10億咁樣噶啦。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咁亦都累到成個國家咧入邊經濟又唔好啦，油價又貴啊，通貨膨脹啊，咁所以咧議員咧喺度質疑緊部長咧係正常嘅，叫佢好好咁交代。只不過咧，克格塞斯一啲都唔示弱啦，響聽證會嗰度同一啲議員針鋒相對，堅持如果有一日未能夠控制到伊朗去製造核武嘅時候，到時候我哋嘅損失仲大啦。響嗰度咧用呢個咁嘅方法咧，好似掩蓋咗即係短期嗰個經濟嘅問題嘅嚇。5月1號嗰個即係戰爭權力法嗰度，如果你係話美國依家已經係停咗火，所以咧就唔需要同國會交代咧，呢個係講唔過去嘅，係有一個矛盾喺呢度嘅。因為呢個矛盾咧，而導致咧其實佢國會都有少少分裂啦。民主黨同埋呢個共和黨不同嘅議員咧，大家都喺度針鋒相對，喺度鬧緊交咁樣嘅。其實成個戰爭入邊咧，依家咧都唔知點收科。美國咧就係勢成騎虎啦，左邊又唔係，右邊又唔係啦。依家真係伊朗咧，似乎咧就改變戰略啦。響嗰啲傳媒嗰度，世界傳媒嗰度講，甚至乎咧就透過巴基斯坦咁樣咧就
同美國咧就已經表達咗佢哋嘅意見。第一件事就係定咗佢個需求啦。咁最近最新鮮嘅咧就係話有個14條嘅建議咁樣，但係特朗普已經話我唔會接受㗎啦咁樣。咁其實講來講去都係想保護翻伊朗，包括就係即係以後嗰啲美國或者以色列咧就唔會打佢哋亦都唔會侵犯即係佢嗰啲盟友，例如黎巴嫩敘利亞等等啦亦都係咧話你打完仗之後咧，因為你破壞咗我咁多嘅建築物設施你要幫我去修復翻咁樣所有嘅經費咧就係你要賠翻俾我。咁亦都係講到就話我哋咧塞爾木茲海峽嗰度嗰個擁有權個行使權咧仍然係由我掌握嘅咁樣。咁都係向呢個咁嘅方向去啦。咁呢啲咁嘅大條件其實一直以嚟咧個美國都不能夠接受嘅。咁正正就係因為佢唔接受咧，其實伊朗依家採取緊嘅乜嘢嘅戰略咧，就係拖越打得長越好，用一個咁嘅拖字訣，用一個拖字嘅一個咁嘅戰略方法咧，對呢個美國係好不利嘅嚇。咁我哋可以從即係幾個角度去睇啦嚇。即係第一個角度當然係喺呢個軍事嘅角度啦。軍事嘅角度嘅第一點咧，就係財務上嘅問題。因為咧，其實打呢場仗咧就係分分秒秒都喺度燒緊錢。頭先亦都提過，大概係每日使嘅10億啦，無他嘅因為第一佢哋咧去每一次做啲飛彈做啲導彈船咁樣都係要錢，而呢啲咧就響美國社會入邊咧一般就係個費用係比較昂貴啦。其中一個理由咧就係因為佢啲兵工廠嗰啲工人本身就係貴嘅，而且中意做唔中意就做。好拖得好慢，所以佢嗰個生產量咧，亦都係比較慢嘅。但係反之過來，其實喺呢個伊朗入邊咧，佢哋咧其實材料嗰度又比較平啲啦，工人又多啲，生產力比較便宜啲。咁相比之下咧，如果一開波嘅時候可以所謂速戰速決咧，佢用晒佢最犀利、最先進嘅武器可以打贏咗之後，咁咧就乾手淨腳。但只不過如果而家我哋用一個即係拖字訣，用一個拖字嘅方法嘅時候咧，喺軍事嘅經濟效益嚟講咧，即係伊朗咧係有好處嘅。第二，亦都係同軍事關係嘅咧，就係個士氣嘅問題啦。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啦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咁如果一路咁拖落去嘅時候咧，美國士氣都會受影響。你第一下打唔贏嘅時候咧，你就要懷疑緊究竟我哋有冇咁嘅實力究竟要打幾耐㗎？咁啲士兵自己本身都會打呢個算盤，嗰一命嚟㗎嘛咁樣。咁所以一路咁拖落去嘅時候，越拖越長咧嘅時候咧，美軍自己本身嘅士氣都會受到影響啦。第二個角度去睇咧，就係嗰個即係經濟嘅角度啦。打呢場仗嘅時候咧，其實最大嘅第一個影響就係嗰全球嘅石油嘅供應嘅問題啦。將嗰個油價提高啦，影響好多嘢啦，影響物流啦，影響生產啦，全球嘅工業界裏邊咧都係受到影響咧。咁咧啲價格咁又提升咗咁而導致咧物價高升咗嘅時候咧，就導致通貨膨脹好厲害啦。不但只係世界嘅問題，而且美國自己本土都係首當其衝嘅咁樣。仲有一樣嘢嘅咧就係如果攤長嚟去做嘅時候咧，會發生嘅一個可能性咧就係嗰啲石油既然滯留咗響波斯灣。最近響嗰度講和停火，其中一個要點咧就係霍爾木茲海峽嘅通行咁一方面咧就係伊朗咧就控制住嗰個海峽自己本身唔肯俾人出入啦，咁而呢個海峽就係控制住咗20%嘅全球嘅石油嘅運輸啦。另外跟住美國就話你卡住對門啫，我響出門口嗰度嗰個位置就響個海峽附近咧，就響個亞曼灣嗰度咧就擺晒啲船喺度，就算你過到都好啦，咁我都唔俾你走得遠噶啦。如果有啲我懷疑嘅船咧，我就會上船阻止你再去往前進咁樣嘅。兩方面嘅舉措咧，結局咧就係啲油咧就滯留咗響波斯灣。咁其實美國都痛嘅因為呢啲都同經濟有關。雖然美國自己本身係有產油啦，咁但係咧佢其實一直以嚟咧就係希望控制呢個石油經濟啦。咁透過呢個石油經濟，其實唔單止係石油自己本身，就係因為石油咧依家嘅買賣咧好多時咧就係同美金掛鈎，所以我哋成日都講嘅就係petrodollar。如果冇石油買賣嘅時候，可能都會影響到美金嗰方面啦。最嚴重又會發生嘅事情咧就係似乎咧因為伊朗就同中國嘅關係都好好啦，一直以嚟都好好啦。咁有人傳咧就開始咧就可以用陸路咧就去運送啲油咧
就去到中國啦，或者甚至乎運到俄羅斯啦。咁透過中國啊、俄羅斯可能咧又去運到第二啲地方啦。不過最重要嘅就係佢哋去結算嘅時候咧，可能唔會再用美金噶啦，可能咧就會用嗰個本地嘅貨幣啊咁樣。咁呢一個係影響好大嘅，對於美國嚟講，因為會影響到 petrodollar 即係石油美金個策略，即係全球美元化嗰個策略啦。如果去咗美元化之後咧，對於呢個美國嘅影響都幾深遠。所以第二點從經濟角度嚟講咧，如果我哋拉長呢個咁嘅戰爭嘅時候，令到石油係可以由第二個渠道嗰度去做交易嘅時候，而唔用美金咧，對於美國嘅影響咧係仲更加大啦嚇。咁第三個層次或者第三點咧，其實就係美國自己本土本身嘅經濟啦，即係石油個價格係貴咗嘅時候，生產貴咗啦，運輸又貴咗。最近有好多嘅航空公司裏邊嘅航班咧都停啦，係咪？甚至乎有一間嘅廉航私人公司喺美國咧，直情即係做咗幾十年都要關閉啦，咁樣就係因為即係油價實在太高啦，咁樣。咁呢啲越拉越長嘅時候咧，對美國本土嘅經濟都係有影響。其實因為呢個影響咧，而導致咧依家有好多嘅市民都不滿啦，甚至乎有啲已經係即係上街去投訴呢個特朗普政府咁樣嘅。你睇得到響本土嘅社會都造成一啲嘅壓力咧，就去俾特朗普政府越拉越長嘅時候，呢個壓力咧就會越嚟越重嘅。第四個咧就當然就係嗰個外交嘅壓力啦嚇，因為石油禁運或者石油封鎖嘅情況之下，令到咧好多國家都受牽連，做唔到生意啦嚇。再加上咧，即係之前即係特朗普自己本身對於北約嗰個關係又差啦。最近發生嘅咧就係特朗普咧就話：我要就響德國去撤軍，撤走啲美軍咁樣，就係因為佢同北約包括尤其是係同即係德國個總理梅爾茨嗰個關係咧就唔好嘅。其實響特朗普一上任之後咧，似乎佢每個舉措，包括加關稅包括脫離咗好多啲國際組織，咁似乎咧佢就響度製造緊單邊嘅主義啦嚇，或者一個咧就係去全球一體化嘅主義啦。咁呢啲咁嘅政策或者呢啲咁嘅策略咧，其實對於即係美國自己本身嗰個聲譽咧就大打折扣。你睇到好多嘅不同國家咧都慢慢咧遠離美國嘅。如果呢場仗越打越長嘅時候美國或者特朗普政府本身嗰個外交信用咧會越嚟越差咧，所以係對美國係唔好嘅。咁歸根究底，頭先我哋都提過有幾方面去睇伊朗所實行所謂嘅即係拖住缺，方方面面嚟睇咧，長遠嚟講咧，都係對美國係唔好嘅。再往前看咧，越拖落去嘅時候咧，中東嘅成個嘅經濟社會外交或者係軍事嘅環境咧，都會全部洗牌，即係重組過啦。中東入邊嘅不同嘅國家啦即係以前可能淨係得所謂抵抗支援或者係即係穆斯林世界嘅一啲國家嘅聯盟啦，可能第日唔止係咁樣啦，因為依家越拉越長嘅時候，越嚟越睇到特朗普政府所突出嘅狐狸嘅尾巴，可能成個中東嗰個即係盟友關係咧就會重組過啦。到時候咧，所有嘅人咧都會避開單邊嘅主義或者一個即係霸權主義，都會咧奉行即係多邊啦。咁到時候咧，中國俄羅斯啲嗰個就會參與更加多啦。個未來個世界就會係咁樣啦嚇。即係如果一路呢個拖延嘅戰略咧，伊朗嘅拖延戰略一路拉落去嘅時候咧，從美國嚟講咧，一開始嘅時候係威係勢啦，一拉到去依家嘅情況咧，開始就係停火慢咗落嚟咁最終我估計咧，可能佢口講自己喺度贏咗，但係其實咧慢慢咧就會去銷聲匿跡嘅。其實都係有前科嘅。你睇下阿富汗，你睇下越南，其實當時候即係美國嗰個途徑，喺呢兩場戰爭入邊都係花咗好多時間，都係一開頭嘅時候係威係勢，跟住慢慢咧就淡化落嚟，到最後咧就自己咧話贏咗之後就銷聲匿跡。咁至於伊朗咧，一開始嘅時候就好似被打啦咁樣，就好似咧好艱苦咁樣啦。到中間嘅時候咧，似乎咧慢慢咧啲人咧就覺得被欺負啦，好堅強咁聚埋一齊啦。
咁就去做反抗啦。到最後尾咧，就會有一個所謂嘅新社會嘅或新世界嘅狀態啦。咁佢哋咧就會慢慢去適應啦。包括我頭先所講，成個中東就會重組，有一個新世界，有一個新常態，會用一個第二種嘅方式咧，就會再生活啦。響一個宗教信仰主導嘅國家，而且係好多時係由上到下去做管治嘅國家嚟講咧，當一個環境去轉嘅時候咧，佢哋嘅適應力係應該係會強啲嘅。鍾意名家分析，記得俾 like 同埋分享，支持同訂閱卓見名家，最緊要撳埋呢個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新片。